今仔日早起，咱要先赶紧来关心南非外交部伫咧无通知咱台湾的情形之下，甲官方网站的名为台北联络代表处降级改做是台北商务办事处。外交部伫第一时间是大声表达抗议，嘛批评南非配合中国来打压台湾。 南非外交部已经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伫3月底进行搬离开首都，目前双方还阁伫咧协商谈判。不过南非的外交部官网所互人发现，已经把南方的名对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做驻南非共和国台北商务办事处，敢若是阁要施加压力，引起大家的注意。尚未达成共识前，再度破坏两国1997年达成的协议，片面在其官方网站 更改我住处名称的做法，林佳龙部长已立即指示亚非斯与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分别向南非联络办事处及其外交部严正抗议。外交部表达严正的抗议，并且谴责南非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呼吁南非赶紧积极就相关细节甲南方讨论。南非外交部援引联大第2758号决议及一中政策，逼迫我住处搬迁，不仅不合理， 无法自圆其说，也令人无法接受。外交部强调，南非政府最近几多遍违反国际规范，已经引起国际社会注意。南非驻美国大使拉苏尔最近也和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列做无受欢迎的人物。有学者讲，最近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非洲以后甲美国互动的方式。 If the US doesn't back down, South Africa may consider some kind of retaliatory action in this regard. Africa can maybe learn from that and begin to rethink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US. 媒体分析，这表示南非甲美国政府关系进一步恶化。南非总统府是对美国拒掉南非驻美国大使的决定，表示让人感觉遗憾，希望两个国家会当维持外交礼仪。公司新闻综合报道。